如果你喺檀香山擁有一幅5000平方尺嘅公寓分區土地，呢項新法規將會大幅提升嗰塊地嘅發展潛力。你個土地而家可能符合新法規嘅發展資格，甚至可能起得比以前多2至3倍。呢樣代表有更多住宅單位、更高嘅出租潛力以及全新嘅發展機會。喺2026年4月6號，檀香山市正式通過咗第26之7號法規，喺前身係第6號法案。呢項新法規大幅放寬咗公寓分區 A， 即係公寓混合使用分區 AMX 嘅開發標準。對好多業主嚟講，呢個可能係我咁多年嚟見過最重大嘅重建開發機會。我係你嘅註冊建築師 Jimmy Woo。今日我會詳細講解夏威夷政策嘅變動，同埋佢點樣影響你嘅物業。首先，最大嘅改變係以前好多業主想發展土地，但發現地皮太細，唔符合發展資格。原因好簡單，以前好多分區規定嘅最低土地面積高達7500、10000甚至15000平方英尺。而家呢項規定已經改變咗，檀香山市將好多公寓分區 A 同埋公寓混合用途分區 AMX 喺最低地皮面積下調到只係5000平方英尺。除咗面積之外，土地闊度嘅限制亦都放寬咗。以前唔少業主因為土地可建範圍闊度唔夠而無法開發，原因係當時規定可建面積嘅最首闊度同深度都必須達到70英尺，而根據新法規，呢項要求已經降到60尺。呢樣亦都意味住好多過去唔符合條件嘅土地，而家都有機會重新開發。下一項重大改變係樓面面積比 FAR。喺舊法規下，要計算可建面積，必須使用複雜嘅計算公式，而面積較細嘅土地往往處於不利位置。好消息係，新法規取消咗呢啲複雜嘅計算方式，而家計算變得簡單得多。你只需要將土地面積乘以所屬分區嘅 FAR， 就可以計算出可建面積。以下同大家介紹一下 A 分區同 AMX 分區最新嘅非商業用途地積比率 FAR 標準，詳細內容如下。A1 同 AMX1 嘅分區 FAR 係 2.0，A2 同 AMX2 分區 FAR 係 3.0，A3 同 AMX3 分區 FAR 係 4.0。我哋睇下呢張圖表，佢以 A2 分區同埋 FAR 3.0做例子，比較下新舊法規之間嘅分別。對於一塊面積係5000平方英尺嘅土地，舊公式容許嘅可建面積大約係4250平方英尺。根據新嘅 FAR 3.0 標準，可建面積將會增加到15000平方英尺。咁樣一啲，你即刻就會明白點解大家都對第26至7號法規嘅期待，因為新嘅可建面積係原本嘅2倍又多。想進一步了解嘅觀眾可以參考下方資訊欄顯示嘅計算公式。第三項重大改變主要係針對位於 AMX 分區內混合用途公寓建築嘅住宅私隱問題。新法規進一步提升嘅開發彈性，容許部分商業樓面面積唔計入最高非住宅用途 FAR 嘅計算範圍。但與此同時，新法規亦都兼顧咗住戶嘅私隱同埋居住品質。根據新規定，2樓或以上嘅樓層唔可以同時用作住宅同商業用途。例如，唔可以喺同一層樓嘅一邊設辦公室，而另一邊就做住宅。法規同時要求住戶同商業顧客必須使用分開嘅出入口，住戶及其訪客必須擁有專用嘅出入通道，並透過實體空間設計、建築系統或門禁控制，將佢哋同商業人流分隔開。簡單嚟講，住戶唔應該同地下鋪頭嘅顧客共用同一個大堂或者走廊。呢項規定嘅目的係容許更多混合用途發展，同時仍然提供優質住宅大廈應有嘅私隱安全保障同埋居住體驗。成日喺我影片嘅觀眾可能聽過我講，專業服務未必係最平，但係唔專業嘅處理方式往往會帶嚟最昂貴嘅代價。面對嘅重大嘅法規改變，設計團隊嘅經驗同技術能力就變得更加重要。雖然新法規放寬咗好多發展限制，但涉及住宅、消防安全、建築高度、高樓層退縮同埋停車場設計等要求，仍然涉及好多複雜嘅技術計算。如果你擁有一棟舊建築或者一塊空地，而且符合新法規資格，請唔好喺缺乏規劃嘅情況下倉促施工。喺項目初期，諮詢合資格嘅建築師可以協助你準確評估你嘅土地條件，制定有效嘅設計策略，並充分把握新法規所帶嚟嘅發展機會。多謝大家，我係 Jimmy Woo， 你哋註冊建築師。如果你對檀香山建築法規更新、土地發展或者房屋設計有任何問題，歡迎留言。唔好忘記點讚、訂閱我哋頻道，獲取更多建築資訊。我哋下次再見。